大家好，在今天的視頻中，我們將深入探討在土耳其設立股份有限公司 （Joint Stock Company） 的關鍵方面。如果你是一位外國投資者，或正在考慮拓展你的業務，本視頻將為你提供整個設立流程中至關重要的見解和注意事項。第一個問題，在土耳其設立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多少名股東？只需要一名股東即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，股東人數沒有上限，也不要求必須是土耳其公民。事實上，所有股東都可以是外國個人或外國法人，包括外國公司。外國個人或法人可以成為公司的授權簽字人嗎？可以，授權簽字人通常是董事會承運，可以是外國個人或外國法人。如果指定的是法人，則必須另外指定一位自然人代表其簽署文件。此人可以是土耳其人，也可以是外國人。公司名稱有沒有限制？公司在命名上享有一定自由，但必須包含至少一個行業名稱，像 Turkey 土耳其或 Republic 共和國這樣的詞彙需要特別符合。在公司成立後，你旋可以註冊公司的標誌和商標。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資本要求是多少？最低資本為25萬土耳其里拉。在設立階段，你必須在銀行凍結其中的25%。一旦公司設立完成，凍結的金額將解凍，其餘的75%可以在2年內繳納。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同時在多個行業經營嗎？可以，只要公司章程中明確規定，公司即可在多個行業領域開展業務。在土耳其，稅務申報的時間是怎樣的？增值稅 VAT 每月申報，代扣稅 Withholding Tax 每月申報。企業臨時稅 Provisional Tax 每3個月申報一次，公司所得稅 Corporate Tax 每年申報一次，印花稅 Stamp Duty 根據合同條款申報，社會保障通知 Social Security Notice 每月申報。土耳其的稅率是多少？2025年。公司所得稅稅率為 25%， 一般增值稅稅率為 20%。此外，利潤分配須着納 15% 的代扣稅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公司董事會對公共債務負有責任，而不是股東個人。設立和註銷股份有限公司需要多長時間？設立股份有限公司通常需要5至7個工作日。若通過清算程序關閉公司，整個流程大約需時5個月。若只任命一位清算負債人，該負債人必須是土耳其公民。如果你需要專業指導，歡迎隨時聯繫我們。感謝你的觀看，別忘了訂閱我們的頻道，以獲取更多資訊。